睇下呢度4萬幾戶10幾萬人嘅 CBD 富人區，加埋會展、瑞吉、喜來登等10幾間開咗張嘅星級酒店帶嚟嘅客流，呢個地方想唔旺都難啊！我喺十字門住咗6年時間，見證咗呢個地方由乜都冇到而家乜都有。嗰陣商都未開，中環廣場施緊工，我哋中海仲係一塊空地。十字門得間藥房、生果鋪，叫個外賣成個鐘先到啊！時不時都餓到肚皮貼背脊㗎。2年6月，中環廣場一開，錢大媽百果園早餐店齊上陣。23年嘅6月，十字門商都2期試業，永旺探魚等品牌全面進駐，4日時間吸咗11萬人次。去到23年底，商都開張半年時間客流已經接近咗300萬人次。原來十字門唔係冇人㗎，係之前冇地方俾人哋行街睇戲食飯，享受天倫之樂同埋談情說愛啊！嚟緊媽閣隧道一通，加上我哋中海環宇天地商業街今年交付開張，商都3期年底嘅營業，兒童遊樂、書店、健身室、特色餐飲等系列品牌將簽約進駐，將會形成珠海最具爆發力、消費力嘅重量級商圈。目前片區商鋪租金集中喺250蚊到400蚊一平方，租金掂唔掂？市場已經俾咗答案，想揾間吉鋪都難啊！